过来看政治消息，风声真久，讲要革命的三个人，倒三个人，郭台铭、郭文铁甲王金平，总算决定讲要伫明仔载823炮战61周年的纪念日要降台。这是台北市政府要举办的纪念音乐会，郭台铭甲王金平拢接受邀请，讲拢会出席。郭文铁是讲，这是创造符合社会需要的组合，死到三个人的互动，嘛将引起各界关心。郭台铭、郭文铁、王金平会面，顶礼拜无成，即马敢若有眉目。因为这场战役有打赢，你知道哈，让台湾可以维持稳定到今天嘛，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，你知道哈。那我们就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，那兵役局有发请帖给人家，那人家来参加，当然是表示乐观其成的，就这样。拄好拄到823炮战61周年，郭台铭、王金平拢接受邀请参加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纪念音乐会。三人伫这个场合共台，外界咧猜测讲是要连接中华民国抢侵来的选票。郭文铁敢若讲是例行的活动，除了庄严的纪念仪式，郭文铁伫昨下晡主持公安督导汇报，了解违规酒店处理的情形，讲这段话。那个上面是我们把那个数字交到市长之后去看就好，拿出来了，考虑消费一下。该拆的要拆了，那个不要每次说排拆，你知道，时间到又不拆，说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长官要来检查。典型市政的执行力，就是要甲韩国瑜来做比较。伊嘛批评韩国瑜提出的重新启动核实的议题。他说2个条件，什么人民同意，还是什么安全，废话不。郭文铁嘛承认讲，对着要安怎处理核实，也无想法，话讲甲真直接，不改伊的风格。